观众朋友，今日我好模仿收看福起来，係阿明姑劉浩明。今日福起來邀請到伊個幾貼片的人。先講也係人嚇，因為講起我哋台灣幾多幾好棒球人嚟講嘅話，齊成銘嘅三個字，相信大家人一聽聽過。因為齊成銘先生係我哋台灣棒球地盤，唔單止係打頭名嘅同時，嘛係影響幾層面的人。你今日個用輕邀請到我哋齊成銘嘅夫人，我哋蔡永耀先生來到我哋現場，而同時嘛係我哋中華民國齊成銘棒球發展協會的最重要的人士，一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講，一啲13屆嘅齊成銘國際少棒錦標竟然舉到我哋嘅面容嘅，但是也喺比賽地位到底有乜嘅無強嘅地方咯？我哋馬上歡迎夫人，夫人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徐生明協會理事長謝榮瑤。今日佢分享我哋夫人來到現場，因為其實講到有個錦標賽來講，我幫我哋國際少棒嘅錦標，其實73屆舉到我哋美濃，但是我相信我哋幾多人唔提講，什麼叫做回到美濃？而且其實以前我有訪問過一擺啦，就講幾時節可能係第1屆冇第5屆嘅時節，幾時節我都提講齊成銘呢，伊啲國際少棒錦標，佢貼片都講，他不僅打棒球，還要教小朋友寫作文。等於講100幾多文化加一批，但是外國人，我個人我很想知道是說，當初怎麼會有第1屆？這個要回溯到徐總剛往生的時候的告別式。那在告別式上面，因為美濃國小的小朋友、少棒的小朋友來告別式的時候，他們因為來祭拜的人蠻多的，來參與告別式的人真的很多，有將近1000多個人嘛。那時候就是少棒的小朋友有人在哭，那哭的可能就是因為那時候我坦白講，我不認識少棒的小朋友，雖然是徐生銘在籌組，但是這一些小朋友我真的我沒有見過，我沒有看過，所以我只知道他們穿着美濃少棒的衣服。那他們抓住我，從背後抓我的衣服，就說：“師母，我們美濃少棒要結束了嘛？”那噙着眼淚在講的時候，我只有回頭去看了一下，我就說：“哦，不會啊，師母會來協助你們。”那當下當然就是腦中的空白，所以媒體有聽到了。那媒體聽到的時候，那時候接受訪問的時候，麥克風整個蜂擁而上的時候。他們就問我說：“師母，聽說你剛剛答應小朋友，所以你是要辦比賽嗎？”結果我那時候是腦中空白的，我就說會，我會辦比賽，讓小朋友去圓夢。那一句話講出去以後，其實我回到家，我的小孩在提醒我說：“媽媽，你剛剛在媒體上面說你要辦比賽，你可以嗎？”我那時候才警覺到說。我怎麼會開了這個支票？所以當下其實我是有一點慌的，憑良心講。但是呢，還好，我覺得冥冥之中可能就是有貴人。那個博人協會的古景松古老師就協助我們就辦了一個徐生銘國際少棒錦標賽，在第1屆。那第1屆因為籌辦的有一點倉促。憑良心講，有一點衝突，可是話講出去了，好像有一點，大家會有期待哦。那時候的期待，我也是，因為我本身娘家是天主教徒，所以我不知道什麼，佛教的、道教的什麼百日，我真的不清楚這一個東西。那所以那時候在辦比賽的那一天。居然是徐生銘往生的99天，隔天是他的百日，所以有時候冥冥之中的巧合，你有時候也很難用，因為真的是沒有選日子，我們就是剛好就是他們問我說，師母，所以你想辦在什麼時候？我也是很順的講說，好像很多的比賽哦，那我們就在年底好了，那就11月的第4個禮拜六。結果11月的第4個禮拜六，居然是99天，剛好是隔天是他的百日，所以那時候就是禮儀公司有趕快回應我說，徐師母，那個徐總的百日在你比賽的隔天哦，
你可以吗？我那时候真的是，我也没遇过这个事情，因为我的公婆还在，我娘家的爸妈都还在，所以我没有遇过这个事情。那我就是觉得说，好吧，那就顺其自然。百日我也是因为刚好徐总的骨灰坛刚好在冈山，那我办在美浓，我可以赶过去。仪式我还可以赶过去，赶完了我还可以再回美浓弄这个比赛嘛。所以当下就是99天完成第1届，就是这么来的。对，那我就承诺说好，少棒10年，就是徐总当初成立是少棒10年，给小朋友10年的一个计划，那我就办10届。我当初的承诺只办10届，因为我不知道我的能力能到哪里，包括募款的款项，我有没有办法促成这个比赛，我自己会存疑我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不敢把话讲得太大，把饼画得太大，所以一路走来，我真的很谢谢我很多的贵人，很多的企业愿意完成我这个心愿，让这个比赛延续到今天13届。因为当初我哋咧徐生明教练其实有啲佢创业为的梦想嚟講，真的是把少棒一件事情留下來，好把舞台留俾我哋嘅少棒，幫我哋聲音可以快樂、可以自然的去打棒球，好，同時可能我哋睇也一到10幾喺美濃地方，就從來第一其實唔單止本身嚟打棒球，它還加上很多文化性的一個內容在裡面。因为第1屆，所以那个时间点我们没有办法思考很多的比较详细的一个周边的一个运用嘛。那第2届以后，因为办完了，我们有检讨，有理监事，大家坐下来，那有听取各方的意见。那我那时候其实我蛮坚持说，徐生明在世的时候，那时候因为他10岁就比较离开家里去打棒球，都比较少在家，所以他有时候会回来会跟我讨论说，我们美浓好像都没有客庄嘛，那再加上比较偏乡，所以很多人只是进去吃板条，所以美浓你说要发达到什么程度，他觉得很难，所以那时候他就说，我一直在想说美浓要怎么被看见这样子，那我就说，那你就仔细想一下，你们有什么特色啊？他说有特色就是美浓服啊，那美浓的板条啊，美浓的什么这样子，那就烟叶这样子，纸伞啊，烟叶。可是大家进去可能就吃完一个板条以后，去美浓湖拍拍照，或者去美浓湖游一游，这叫美浓湖。那去买个纸伞就回去了，没有所谓的留下来有更多的驻足的一个参观，或者是让美浓可以让现在很流行的部落客他们去写一些介绍美浓嘛。那我当下我那时候就在想说，他生前曾经有这么讲过，那我能做什么来帮忙让美浓被看见？所以我当下我的决定就是一直在美浓办这个比赛，至少球迷朋友会进美浓来看比赛，那至少来消费一些美浓的东西。所以当下在10几届，第2届的时候，我才知道说美浓慢慢开始有白玉萝卜这一件事情，也是差不多在那个时间点有白玉萝卜的。那徐生明在的时候，其实我回想起来。那时候我婆婆他们也没有种所谓的白玉萝卜之类的，那我就想说好，我就去跟农会还有我们古老师他们大家讨论说，美浓还有什么可以被看见？那他们也想了一下，我说好像有看到小小的萝卜，那是什么？他们说师母，那叫白玉萝卜，是美浓的特产，是近几年。我说，所以那个是什么时间点？他们就说，就这个时间点，你的比赛的时间点。我说太好了，那上天在帮我。我说徐生明自己在在天上也自己在运作这个比赛了。那我就去他的塔位跟他讲，我说你自己要撑着，你要帮我，你没有帮我的话，我再多的能力，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我现在在帮你圆梦。那我帮你圆梦。很多人在帮我，可是你在山上，你在天上，你太闲了，你是不是该自己
去帮我更多的点。结果我是觉得说，他真的可能也很努力，所以那个时间点我们就筹划了让小朋友拔萝卜。所以第2届开始就开始有拔萝卜，还有古老师很坚持的就是让小朋友不要再被人家取笑说学体育的孩子都是不会念书的孩子，这也是徐总一直很 care 的事情，所以他才会去韩国念硕士。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不要一直讲说学体育的孩子都不会念书。他有时候真的实在是因缘造会之下，根本没有办法让，比如说偏乡的孩子，他没有所谓的安亲班，他没有所谓的什么，他们就是一群真的比较弱势的，资源比较少的。所以那时候就说要写作文，那我们理监事大家也觉得说很好。那我们就让孩子发挥一下，写得好写不好没关系，我们就是如果写得好的话，我们就便学着奖学金。所以徐生敏协会我们办的比赛也有给弱势的家庭，还有成绩好、球打得好的小朋友申请奖学金，所以延续到现在。对。故事也唔單止係算是伊個最單純嘅伊個社幫嘅伊個金標，其實伊係融合嘅嗰度國人嘅文化、客家文化同關懷弱勢一部分，咁樣也嘅比賽。首先下開單節目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翻古來復起來嘅，上節目我哋中華民國慈誠面棒球發展協會嘅蔡永陽牧師來到現場同我哋分享講，伊哋中馬嗰班慈誠面國際少棒錦標賽，我想請問一下嚇，因為其實同樣已經講到講，唔多辦10屆啊，但是竟然有13屆呀，為什麼要繼續辦下去呢？因為當初的承諾就是直到10屆嘛，那10屆完了以後，我在高雄市立的棒球場就宣布就是可能就真的結束了。那謝謝大家的支持，各方面，結果就私下就有很多的媒體，還有一些學校的校長，重點是在校長，還有一些教練，基層的教練一直私訊我。透過關係說，師母，你為什麼要幫他截止？因為你的比賽跟人家有一點不一樣，你結合了美濃的拔蘿蔔、畫紙傘，還有棒球教室請球星過來的一些棒球教室，是孩子圓夢的最好的，跟偶像直接面對面的。他說那個是小朋友的期待，可是所有的比賽目前放眼望去，好像台灣都還沒有這種比賽過。那我們覺得很可惜，還有一些校長也回應給我說：“師母，你真的不要停，因為我們把它當成，只要教練把1年的所有的比賽畫出來，他當校長的他一定畫徐生明杯第1個杯賽，讓小朋友錢會用得比較多，因為下南部要住宿、便當什麼的。”他說他願意給孩子一個不一樣的體驗的比賽。那所以那時候10屆是收到了這個的回響，重點是11屆、12屆在彰化的時候是，謝典妮議長他看到了，那他透過朋友來問說能不能去彰化協助他，讓彰化被看到。那因為一直以來彰化有棒球沙漠之稱嘛，比較沒有一個正規的一個比賽的棒球的場地。那所以那個時間點，我們也在思考說，那是不是把徐生明棒球發展協會辦的比賽，就是到處去開發種子，去讓地方能夠結合當地，我也去讓，比如說彰化也讓人家看到說彰化的美在哪裡啊，居然是韓國跟日本，他們不知道有彰化這個地方。所以那時候他們來，他們也覺得蠻稀奇的。所以11屆、12屆在彰化，我們就結合了成美文化園這一個就是彰化的特色去做一個結合一個介紹，所以也得到蠻大的一個回響，是他們比較沒有農作物的跟我們做結合啦。對對對，但是彰化的美他們也看到了，就是也讓外地看到。
那13届今年呢，我为什么会再拉回在美浓？那是因为有想一想，因为这个我今年的 slogan 讲的嘛，13高雄回归原点，就是想说。美浓的乡亲也一直希望我回来，重点是高雄市政府这一边也希望说徐师母办的比赛徐生命杯应该要回家了，因为我当初1到10届都是在高雄美浓，那美浓是徐生命的家乡，那是不是人土比较亲，或者是怎么样？那我是一直觉得说，也有一些基层教练说，师母，我们好几届的小朋友说没有拔过萝卜，学长他们拔过，我们没有拔过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再回来看看好了。结果没有想到，我很感谢高雄市政府，他们是真的很支持，他们说师母你终于回来办了什么的。我只是觉得说，哦，原来也有被期待的，我的比赛也有被期待，对。因为其实，对于咧长期有看棒球嘅人来讲嘅话，其实，徐生命少棒国际少棒锦标赛来讲，它是一个很特殊的比赛啦。对。就像刚刚我们师母有讲到过，以家合到我的美浓的物产也好，文化嘛哈。用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叫做观光棒球比赛。一等于说，棒球一般的我们现在制式的棒球比赛，输赢很重要。对于学生，对于小朋友来说的话，他可能没有打到前面，他可能今天来比赛，明天就回家了，或者是下午就回家了。可是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的话，他的压力可能会太大，尤其是他不是名校的棒球队的话。那他一路因为讲可能打棒球，可能永远都打不起那种名帅。但是徐生明的一个国际少棒比赛，其实他要求的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拼一个输赢，他其实真的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回到徐总所提到的，真的是回到少棒，回到他自己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舞台上面，同时他变成是希望说，把任何一个打少棒的人都把他这个当成是一个梦。这当然是跟我们徐总办 CS 也是出于打棒球，所以其实对美浓，伊对也要脱出来一件事情，认为他有遗憾，伊都希望讲，今个生意呢，他还是可以同时拥有少棒球的梦跟读书的梦，然后他希望说这些东西可以流动美浓，但是我想到，其实你看彰化也好，对不对？是不是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国际少棒的一个比赛，让大家认识了彰化？可是就对你讲，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发现原来在10几年前，所谓的观光棒球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其实就是等于是我们徐生明的一个国际少棒的一个锦标赛。那今年第13届，刚刚也回到，就是说回到我们的美浓，那参加的那个队伍呢，有新的地方或者是城市吗？去年是有香港队来报名嘛，因为那个。那今年就是一样，我们就回归一样，就是韩国跟日本，韩国有2队，日本有1队。本来日本也有3队要来，但是因为我蛮感谢的，日本他们为了我们徐生明国际少棒锦标赛，他们的协会自己办了一个徐生明国际少棒锦标赛的一个赛事去录取他们能来参与的队伍。那所以那个。我还蛮感动的啦，因为等于是在韩国跟日本，徐生明杯已经被看见了，被外国队看见，也知道他们要积极要争取过来。那这个变成有一点让我们协会有一个鼓舞的作用。那其实徐生明国际少棒锦标赛有一个特色是，我们的进了8强，小朋友其实很期望，包括教练。他们很希望穿的是我们4强的球衣，达到第4名的4强，就是类似像这样的衣服，全部就是在4强球衣里面，你可以穿到这一个我们当届的设计的85号的球衣，全部的人都穿85号下去比赛，取得冠军跟那个，所以我一年就是一届就是32队。那举办4天，当下他们讲说，师母32队不要那么赶。那我是跟大家回应的是说，因为我不希望耽误到孩子请假的时间拉太长。我们只要开了8个场地，
小朋友就可以入归。如果没有打进16强，小朋友就可以第2天就回家了。所以我也坚持，为什么礼拜6开幕，礼拜天他们没有打完了，没有进16强的，礼拜天大家都回去了。就可以礼拜1不用请假，大家上课。那这是我的原则，我一直以来的原则，我不希望耽误到孩子的课业的问题，因为该拔萝卜、该画纸伞、该跟上棒球教室、跟偶像见面的时间点，那个都有了，都在礼拜6举行，大家都没有偏心的，就是32队，大家都你可以。抽签交流到了，跟韩国对手、日本的对手，你们也都对到了。那输赢就是看你们的本事嘛。那所以我是觉得说，礼拜天该圆满了。那没有进16强的小朋友就乖乖回去吧，然后也不要浪费住宿的钱，也不要浪费一些便当费用，因为现在学校募款也很辛苦。那所以这是我一直个人的理念，我蛮坚持的。我因为讲也真的如何提升，这真的就是一个特色，就是说，其实刚刚师母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很少看到那种设想这么周到的，尤其是我想到讲，我们说生意的马托鼠嘛，好，一刚刚讲礼拜1刚刚又因为有的事情又请个假，然后又不见得就是在比赛或者是干嘛之类的。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对于带团的学校来说，他也会很尴尬，会觉得说我没有打进去，可是我礼拜1又要请假。好周末，但是其实生涯了有的生涯，我就是要来玩的，就是要来看偶像的。可是你看礼拜6、礼拜天，我全部让你看完了。对，大家都很公平的，互相的有联络到了。但是真的是各种我们今年就技不如人嘛但是至少我有享受到了真正的要去争冠亚军的，争前4强的，我们就留到后面去。好，那为了这个东西，我们去请假，可以啊。好，但是对，就是因为进名了嘛，就是进到16强了，进到8强了，我可以打前4名了。他们现在徐生明棒球发展协会办的比赛，其实大家的就像基层的教练讲说。师母，我们大家的目标是穿85号的球衣，因为我们已经就是要收集这个球衣，包括校长，就是他们在抢4强的时候，校长有的像东元的校长、龟山的校长，蛮多的坐高铁下来。对东元今年非常的有名。对他们的校长真的是我真的还很感动，他们就是直接下来加油。直接跟教练拿了一件衣服，你们先不要穿，先给我穿一下。然后他们校长穿了拍照什么的，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点让我觉得说，我办的比赛，让大家看见了，那大家也很珍惜，所以这就是我能够比较觉得说，我们的特色。是跟人家真的比较不一样，所以结合了一些让少棒孩子可以开心的事情，不是比赛就是来开个幕就打，完了闭个幕，好回去了，对就是比较不一样，对，所以这个4天是我一直蛮坚持的，对。反正13年咧，我哋咧齐神明国际少棒锦标赛，其实唔单止算是一个比赛嘅，而算是我哋轨道打少棒嘅生意咧，一个梦想嘅舞台。首先好，喺呢节目我哋买嗰度国精彩故事。华古来福起来嘅，上节目我哋中华民国齐神明棒球发展协会嘅蔡永阳公司来到嚟现场，同我分享讲，1到12届嘅我哋咧齐神明国际少棒比赛有乜个精彩嘅事情。我说想问一下，因为其实今年的时间，我们还听那些 Q 的时间嘛，那是不是跟我们观众朋友说一下今年的一个时间点呢？报名状况一样秒杀。所有的教练他们就说，像备取的就反映给我，立马反映给我说，师母，我们还是没抢到，我们居然抢到备取的第1名。他说现在比5月天的票还难抢这样子，然后就是谢谢他们，因为他们的支持让我的比赛赛事才能再延续。对，而且没有你放弃啦。
对，绝对不会有人。五月天可能还有的你说哦，有些人的演唱会可能有些人不氪钱来哦，这个绝对不会有人放弃。被取第一名大概因为也有教练笑说，五月天或者是一些那个歌团的那个，他们抢票还有黄牛票，我们是连黄牛都没有，那要怎么抢？对，然后我就只能笑一笑，谢谢他们。也都表示讲，其实你看，也10多年来，其实我哋呢，慈诚面国际消防金标，所以对于他个人来讲嘅话，唔单是在国外好国内嘛好，也算是一个国体配的一个经典的啦。因为对贵多生意来讲，唔单是讲个球衣嘛吼，这是大陆四强的一个球衣，真是我别人他跟你讲哦，也拍了10多家耶。我收集了10几年，我想我一定会继续收集下去。对，像龟山已经3连霸过了，他们这一次就如果那个的话，他们已经又2届冠军了，所以他们也继续在收集。他们校长说的，我们继续在收集徐胜明的衣服。因为也算是我哋台湾的棒球地方，伊哋去踢配的一个比赛，吼，伊唔单止讲喺伊哋去争古嘅比赛，同时伊嘛本他跟伊嘛提供，其实棒球的起源，棒球的梦。好，其实他跟你声音呢，如果要打棒球这件事情呢，棒球应该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同时，在这个快乐的氛围里面，我们还是可以彼此的去切磋，然后同时去学习很多的事情。咁今年 T13届来讲的话，那周边呢有没有什么一些很特别的一些规划之类的？周边我们一样还是会结合当地的区长这一边的一个像美浓的卖那个特色产品，让有商家他们自己去，让区长这边他们去做规划嘛。那我也有赞助的企业，他们也会来摆摊，让小朋友现场去看看这样子。那重点是在于我们今年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今年回美浓还是有办了，延续了11届、12届在彰化的那个选手之夜。美浓这一次我们也办了选手之夜，那让选手大家能开心的用完餐以后再回宿舍，那也等于是怎么讲？他们讲说师母你就是比较贴心，要让小朋友开心的吃完饭去，等于是不用再花便当的费用就对了。我说因为之前我们都是花便当嘛，给他们提着在车上吃，或者回到饭店，或者是他们住的地方吃。那今年的话，我们因为11、2届的选手之夜反应太好了，那我们就来试着在美浓办一次看看，让小朋友去延续这个快乐。对，因为公益棒球这件事，小棒黑的算是最快乐的一个棒球的一个赛事。然后你看黑关关马后，其实第1名、第2名，其实他们还是很开心的去当成朋友在一起。对。可是我相信有的选手之夜，我相信对生涯的光方，他一定觉得很特别，而且他们很特别。我觉得最特别的是今年的棒球教室，不是会有那种梦幻球星吗？往年都会有梦幻球星，不是吗？今年我必须凭良心讲我们今年没有用旅外的球星，对，但我们用在地的球星，也让孩子近距离的接触因为他们的梦会比较贴近，比较切实一点电视上看到的是那就站在我的面前，可能在指导我打击姿势或者是投球姿势，所以我们就是今年没有旅外球星。我相信其实。对几多位国内的朋友来讲的话，今年的呢算是棒球的比赛来讲，其实我今年的哪里的安冲一位的国际的大赛，我相信看到伊的对几多生意来讲，那就是我的目标啊，是啊，那就是我的梦想啊，没错。那可以从蛮一样的，我们还是可以在国际上打出很好的一个成绩啊，对，真的。所以有时候我是这么想啊。像棒球教室这个东西就是为了让孩子去贴近他的偶像比如说在电视上看到他们的拼劲各方面，那我是想说让你们近距离去让他来指导你们可以看到说这一些大哥哥，然后他们打到职棒的时候，有一天他们有现在等于是今年的也有参加过徐胜明杯的。
等于是对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的，那他们已经在职棒了，回归来指导这样子。那所以这个小朋友，他们小选手，他们就会觉得说，哦，那我如果徐正明国际少棒锦标赛有到那么久的话，那或许他也可以，如果有进了职棒，他也可以来回馈这个赛事。也是一点不简单的一件事情，真的一定要办到某一个年数以上，你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以前参加过一年，还有都这帮哎。对。好，今天又回来。有。就是有目前回应是他们愿意，对。对，如果其实有发现到阿年了，他很喜欢的一个棒球的选手，他以前也打过徐生明，只要他的校长或教练就抢到票的话，对，他就有这个机会。他也摆回来重新过来闽农以外啊，出边啊的那个用市政府归天数以外，相亲呢，相亲的期待的感觉。相亲我相信啊，因为我比较少跟他们直接接触嘛。但是我从美浓国小、美浓国中，还有区长那一边，他们得到的讯息，他们是说哇，他们已经很开心了，因为终于回来了。对，因为可以带动他们的周边的，比如说白玉萝卜、腌制的萝卜，因为刚好都那个季节嘛。陈蜜番茄这方面，他们已经连2届没有在美浓以后，他们有滞销嘛，然后他们就开始会怪我的比赛为什么会离家出走这样子，对，那今年回来他们就是也是觉得说，终于回来了，可以让他们的东西可以，可能销路会比较好一点。对，我相信有多少是开玩笑的啦。因为其实以前这个行销管道其实很多了，但是我相信以前相亲其实最希望这个闽农人好，我们的徐总他所心心念念的推广少棒的这个梦想。以及我们的夫人一直在坚持了10几年的一个事情，真的能够在徐总的土地上面能够继续走下去。我相信，归董想起一想还一件事情，因为这个白玉萝卜有时候根本就买不到了，所以说，我想其实人真的会归希望讲也要比赛吼，不单止可以真的提闽农继续办好，以外，可以不的呢，生意呢有一点。真的可以去快乐的接触棒球，可以接触少棒，然后同时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文化的一个管道。那从你这个潘内前面1到12届，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一些事情？其实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其实是凭良心讲蛮多的啦。但是问题是，有时候你把它终结的话，就会觉得说，所有的点滴都是自己吸收、自己尝、自己疗愈嘛。对，有好有坏啊，有一些批评啊，有一些鼓励，这些方面的话，我是觉得说，比如说花奖学金的事情来讲，有一届的奖学金，因为花给隔代教养的一个小朋友，那他成绩很好，那球也打得很好，领到了奖学金，那他的阿嬷。那个客家话叫阿婆，阿婆就是拿着白玉萝卜腌制的白玉萝卜来球场找我。那因为我刚好去巡场，我不在，然后他就问志工说：“我要找徐师母，我要找师母。”然后他们就说：“有什么事吗？”他们就说：“没有，我要谢谢他。”那刚好就那个时间点我回来，他们就说师母在那里，他就很急，就拿着白玉萝卜去说。师母你好，我是谁谁谁。那其实我没有很清楚的记得那个小朋友的名字，因为我们那一届花了32位小朋友的奖学金，所以我只知道他是美浓国小的小朋友的一个阿婆这样子。那我就说谢谢你啊，可以，那个白玉萝卜没关系，你可以买，没有关系。他就说没有，这是我腌制，我要送你。啊，我才知道说哦，家境不是那么的好，那可能爸爸有一些状况，妈妈也有一些状况，所以留下这个孩子跟阿婆一起住。那孩子很争气，领了奖学金，所以他就说。
我要谢谢你。我说奖学金不多，那可是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因为他一直握着我的手，一直谢谢。他说他有500块要给孩子当零用钱，可是还有2500块，因为我奖学金是3000。他说2500块，他可以买好几个2个月还3个月的鱼跟肉。我当下我的眼泪是整个大飙。因为这个事情让我决定说，我们的理监事也是很贴心，告诉我说，师母你募款那么辛苦，我们是不是把一些东西裁撤掉？哦，我说他们就说奖学金也可以不用再花了，因为一次花奖学金就要10几万嘛。我说这个我再怎么努力拼募款，奖学金我不撤。我说奖学金我不撤，因为的确让我深受感动到的是孩子愿意念书又在打球，而且我的奖学金的设立是以弱势家庭、隔代教养、单亲这一些为优先录取。那有多的我们在看成绩的评比啊，打棒球的孩子可以练到这样子。那球也可以打得很好，有教练去写他们这个孩子的一个特质、人格特质各方面的那个，我就觉得已经够优秀了。所以，我怎么忍心说把这个奖学金割舍掉？我说我再怎么辛苦，我会募来给他们。对。闽农出身呢，我哋嘅慈生民教练，以对土地嘅愛，還有對我哋社邦嘅關心，喺40年來，我哋也為加為我哋採用嘅公司去檢視下來。可是今講我哋13屆嘅慈生民國際社邦，而同時還是我哋台灣，還有我哋國際上歸到打社邦人嘅一個夢想嘅舞台。有冇講下我哋咧，服務人嘅現場分享按到那麼精彩的故事？謝謝主持人，謝謝各位觀眾朋友，謝謝。有時下我都聽我哋線上來傾下運通。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